有幾位師奶參加萬聖節比賽，咁咧其中一位咧就贏咗冠軍，咁啊翻咗屋企，走入個房度匿埋喊。咁佢啲屋企人問佢：喂，你做咩啊？攞唔到獎啊？佢話唔係，我攞到冠軍。啊，冠軍你喊咩啊？因為我冇化妝啊。咁啊，有一對青年男女啦喺個餐廳度，個女仔啊同個男仔講：喂，你幾時同我結婚啊？咁個男仔咧低頭又冇出聲咁成。你唔好以為我冇人要啊！你激嬲我啦，我即刻喺呢度馬上揾一個去結婚啊！隔冇幾耐，一個侍應走埋嚟，阿小姐啊，你將我啲客人嚇走晒啦！仲有一個因為外母咧就試3個女婿，咁啊第一個咧就同佢一齊出去行過一道橋嗰度，佢突然間跳咗落河，哇！個女婿一見到即刻跳落去救咗佢，咁佢個外母就上咗佢一台 BMW 幾好嘢喎！咁你試第二個啦，一樣係咁樣，一跳咗落去，又係救翻佢上嚟，又送一台 BMW 俾佢。到第三個咯，第三個咧，佢又行到條橋嗰度，一跳落去，點知第三個女婿咧係唔識游水嘅，救唔到佢，個外母死咗，大鑊！咁點好咧？點知第二日咧，我外父咧送一棟別墅俾個第三個女婿，仲加一台法拉利喎，咁都得。